生起菩提心唔單止係許下一個美好嘅無私願望，而係一個漫長而艱辛嘅過程，需要依次第逐步修行。而最重要嘅修行方法就係學會自他相換，破除我愛執。修菩提心並唔係只係為咗使心平靜落嚟，乜嘢都唔諗，亦都唔係一味觀想佛或者係淨土之旅，而係要學會思維輪迴之中有情眾生彼此之間嘅關係。簡而言之，就係正確認識自我與他人嘅關係。佛陀曾經開示話，佛不能以水洗滌，淨除眾生嘅業障；佛不能如拔除獄中刺一樣，將眾生嘅痛苦拔除；佛不能將正量而轉至眾生嘅心中。眾生必須倚仗自己嘅精進修持，先至可以將自己從輪迴之中解脫出嚟。而眾生一切煩惱與業障嘅根源，都係嚟自於貪愛自身利益嘅我愛執。如果可以將我愛執去除，咁煩惱與業障就會盡除啦。我愛執指嘅係眾生認為內心深處有一個恆常不變嘅自我。原本佛話萬法皆空，世間一切冇恆常不變，但係對於呢個內自我嘅思量，認為我於輪迴之中係可以無限延續而且冇變更嘅，令到眾生對自己有咗本能性嘅貪愛。所以我愛執就係由於過於重視自己而產生嘅煩惱。珍惜人身並非執着愛己。或者有人會問，既然只有通過自己嘅修行先至可以跳出輪迴獲得解脫，咁樣重視自己唔好咩？當然唔係啦。佛陀亦都曾經再三強調人身殊勝，六道之中人道眾生比其他五道有更多成佛嘅機會。有一次，佛指住街前爬過嘅一隻螞蟻，對阿難尊者話：我要慧眼觀呢隻螞蟻嘅前生，見佢從七佛以嚟一直做螞蟻。由此開示弟子要珍惜今世為人嘅機會，努力修行。然而，佛陀所言之珍惜人身，並唔係執着愛己。擁有六根具足嘅人身係修行嘅資糧與基本條件，而修行嘅最終目的就係度化眾生，即係要求完全捨棄我愛執，將愛我轉化為愛他。所思所行都係以眾生嘅利益為出發點，絲毫唔為自己設想。佛陀以呢種偉大嘅精神，行持廣大圓滿嘅利益事業，證得咗殊勝圓滿嘅佛果。而啲人亦都因為受到咗佛陀精神嘅感召，而發心追隨佛陀，依循佛陀所開示嘅教法修持，獲得暫時與究竟嘅安樂。佢嘅影響延續至今。因此，我愛執唔單止可以去除，而且行者如果可以將我愛執轉為他愛執，就更加可以利益自他一切有情啦。自他相換的修心法。我哋喺解決矛盾嘅時候，成日要求應該換位思考，就係站喺別人嘅立場，從別人嘅角度嚟到分析問題，從而令到雙方嘅利益損失達到最少，令到矛盾得以最圓滿嘅解決。修心法之中嘅自他相換與之頗為相似。修心法中所講嘅虧損失敗我取受，利益勝利奉獻他，就係自他交換啦。自他相換係修持菩提心嘅一種聖妙秘訣，於大乘佛教極為重要。寂天菩薩喺入行論靜慮品中講，如果有人想喺好短嘅時間裏面獲得成就，救護自己同他人從輪迴苦海中解脫，最為聖妙秘密嘅秘訣就係修自他相換菩提心。由此可知，修持自他相換菩提心可以消除今生嘅病痛、憂苦，而且降服鬼神、魔障等等，冇再比呢一個更殊勝嘅方法啦。所以我哋應該隨時隨地斷除好似劇毒般珍愛自己嘅惡心，精進修持自他相換菩提心。點樣先至可以做到自他相換？就係為眾生受苦，為一切眾生受一切苦，利用困難生起菩提心，銷毀我愛執。困難嘅好處係俾自己機會培養菩提心，變得對其他嘅眾生嘅痛苦感到難以忍受。修持菩提心，自他相換，就係要人捨棄自己，而唔係捨棄他人；愛他人，而唔係愛自己。寂天菩薩喺入行論中教示話，如果唔可以自他相換，咁就冇辦法成正悟，就算喺輪迴中，亦都唔會有快樂。姑且唔講來世啊，就喺呢一世亦都冇辦法成功，除非發展善心。
如果唔係，無論自己幾咁渴望安樂，亦都冇辦法得償。冇善心喺人生中，亦都絕對唔會寧靜。燒毀自己的敵人，要為一切眾生成就正覺，就必須燒毀自己嘅敵人，即係我愛執。佢係自己同埋眾生成功嘅最大敵人。如果貪戀自己，就冇生起菩提心嘅餘地，更加無法成就正覺，而且圓滿地引領眾生。心隨私心，只會帶嚟問題、失敗同埋不和諧。私心越強，貪、嗔、嫉妒同埋不滿足亦都會越強。越自私就會越執着及不滿足，於是就會遭到越嚟越多接踵而嚟嘅問題。私心令人想要成為最好嘅，佢要自己擁有最高嘅名譽同埋最多嘅財富，要他人比自己貧困，比自己差。私心未可以達成嘅時候，嫉妒、嗔怒等惡念同埋煩惱就會生起，促進眾生做下惡業。咁樣唔單止得唔到暫時嘅安樂，仲係喺度俾來世釀造苦果添。越唔肯修持自他相換，私心就會越強，外界嘅干擾就會越多。越係愛惜自己，關心自己嘅快樂，例如話我有呢個問題，亦都有嗰個問題，我幾時先至會安樂？如果咁樣，就會遭遇到困擾同埋傷害，亦都會將呢啲視為困難。每遇到困難嘅時候，要立即明白呢一種顯化，如果只係歸咎於外，毫無安樂可言。實際上，所有嘅困難都係源於私心，由此推動惡性業嘅妄念生起。喺修心七要中，最重要嘅5力之一為歸咎一切問題於我愛執，如此可以培養對自喜心嘅反感，視之為敵，將佢同自己隔離，唔再同自己沉浸埋一齊。就係咁樣，每日嘅所有行為都成為純正嘅佛法啦。轉化人生的困難，為他人受苦，自他相換，即係菩提心嘅修持。毫無疑問，咁係喺短時間內聚集廣大功德嘅最有效方法，同埋最佳嘅正業法門。縱使唔可以做到呢一個修行，亦都將不如意嘅事情全部還俾我愛執，藉此嚟燒毀佢。用呢種方法嚟到應對人生嘅困難，則為善業。即使係未歸依佛，呢種方法對應人生嘅困難，亦都係善因。即使係未歸依佛、法、僧，或者係對業嘅教法未有信念嘅人，如果可以用困難嚟到進一步消除自喜心，亦都等同喺度修持純正嘅佛法，將所有過失歸咎於我愛執。與其思維呢個係我嘅問題，不如思維呢個係我自己貪戀自己嘅問題。然之後，藉住懼怕得到壞名譽同埋批評嚟到燒毀呢一種執見。最好嘅辦法就係咁樣思維啦。所有呢啲問題都係因為我愛執而帶俾我嘅，咁樣就將呢啲問題還返俾我愛執，然後下定決心為他人承受呢啲問題。咁係所有可以做嘅最勇敢、最有力嘅修持。我哋應該咁諗啊！我之所以仲未可以喺呢一啲困難中解脫出嚟，係因為從無始以嚟，我珍愛自己，捨棄咗其他眾生。從而家開始，我將只與菩提心一齊生活，我將會愛惜他人，咁係所有安樂嘅根源。如果可以改變自己嘅態度，由愛惜自己變成愛惜他人，所有嘅困難都會停止，所有嘅困擾都會因為自己嘅態度改變而停止。咁係一種自他相換修持，佢可以止息人生嘅所有困擾同埋困難嘅。